没有西红柿没有关系的。那么你说可以不可以呀？那就是可以啊，都不种西红柿。解放前，俄国老鸨子来找过，挖着没？有一个方言呢，那个讲话的腔调比较不一样。那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个方言老师，所以可以尽量去用那样的方式去说。Hey girl, how you feeling? Yeah, thank you. And you? 聊什么呀？一起。然后他戏中他设定的是他常常是在念英文，就是因为村里的那种英文跟我们平时学的英文那么标准，那么美腔是不可能的。滚！出卖你！你翻译的真好啊！不管从台湾来的还是香港来的，我们也走方言，也走方言这个文化路线。那么这位先生要怎么称呼你呀？他姓唐，唐团长啊。娘就对你说噻。村长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娘个腿！我等于不会了。